學會呢啲人情世故呢，有啲真係好難聽，但係你越早知道，行個彎路咪越少咯。如果你見你嘅領導硬係唔順眼，你唔好同佢撐到底，除非你唔想喺度撈，因為話晒佢係你嘅領導，佢想日後喐你俾小孩你着係分分鐘嘅事。第二呢，同你傾親利益嘅人唔一定係衰人嚟嘅，同你講感情嘅人呢，又唔一定係好人咯。能夠同你將嗰條數算得明明白白嘅朋友，其實你又可以深交嘅。人哋晒命嗰陣，咪順勢讚下人咯。嗱，比如講我今日買咗架新手機，哎呀，我今日架新手機好靚啊！你就話係喎，你眼光真係獨到好嘢，用起嚟肯定好爽。第五，再親嘅人喺讀書、買樓、擇偶呢三方面嘅事情上呢，你唔好幫人哋揸主意啊。第六，關係最好嘅朋友，你都唔好同佢做擔保啊。第七，你嘅親戚朋友再有錢唔關你事，冇問人家借。第八，出門在外你要先俾人哋面，人家先會俾面你。